是一阵水手起落，春北风，春一刻无关我。盛开河，锣鼓顺幽默，几户外差一阵还温热。万卷喜怒哀乐都融入粉末，从气沉沉又如渴。白骨青灰借我，人是否凭人看烽火焰山河？为被美感忘忧火，哪怕无言自我。太色人走过，不见走颜色。太顺人唱出心碎離別歌。大家好，歡迎收看《玉兄弟》。咁啊，突然之間就想唱下啲國風歌啦。咁啊，以下嘅話題係有關中華文化嘅，所以就唱首國風歌嚟做助興。咁啊，承接我上一條片啦。今條片梗係講揚州瘦馬。咁啊，揚州瘦馬咧係一條咧性產業鏈嚟嘅。咁啊，略略講下啦。喺明清時期啦，咁啊特別江南啊、揚州呢啲咧兩淮地區啊，即係南北淮河嘅地方啦。咁啊特別多鹽商嘅。咁當時古代啦，賣鹽嗰啲咧真係可以起家㗎。你唔好淨係睇少啫，依家鹽係一包唔起眼嘅調味料，喺古代真係人人都需要，唔係講笑。雖然依家都人人都需要，但係嗰個成本啊打咗落嚟啊嘛。但係古代唔係啊嘛，你製鹽咧係比較麻煩嘅，而且咧係人人都需要嘅。所以如果民間嘅商人啦得到官方嘅認證，攞到個鹽印嘅話咧，鹽印啊呢一個即係等於咧官方特許你哋呢啲咁嘅商人咧去出售呢啲咁嘅鹽。哪怕係粗鹽啊，唔係精鹽啊，你都可以賺到笑啊！因為始終羊毛出自羊身上噶嘛。咁每個人咧日常所需咧，每一日都要攝取一定程度嘅鹽分嘅。如果唔係咧，就好快瓜老襯。咁啊，呢啲唔使講啦，生存必須啊。而且你就算食嘢啊，你落少少鹽啊，調下味啊，都必須啦，係咪先？所以基本上咧，好似揚州呢盛產鹽業嘅地方咧，就一定係好多商人。啊！賺到笑，賺到豬頭炳。咁啊，你賺到錢咁點咧？咁錢攞嚟娛樂自己啊嘛。咁啊，有啲灰色產業鏈咯。咁啊，咩產業鏈唔使多講啦，梗係性產業鏈啦。即係其實同近代咧，我哋咧啊，中國東莞啊，咁啊有聖都之稱嘅東莞啦，就一個道理啊。又係即係好多台灣佬喺嗰度，同埋其他商人啦，喺東莞嗰度設咗廠，咁啊賺咗好多錢，咁啊有錢梗係要有地方使㗎啦。咁啊班台灣佬就睇準呢一點咧，就喺東莞嗰度咧就整個性產業鏈，喺嗰度咧就開咗好多雞竇啊，跟住又話咩管式服務啊，提供所謂嘅管式服務啊。咁啊聽以前嗰啲咩中港司機啊，上一代嗰啲啊老朋友講俾我聽，咁啊得知呢啲咁嘅情況。咁啊係啦，有錢嘅地方就有性需要。就需要呢啲娛樂場所啊！啊，無論係古代或者現代都係咁。咁啊，揚州呢個地區咧，就咧睇準咧，啲人有咁需求，但係咧佢哋嗰啲揚州瘦馬咧，其實主要都係搞高端嘅。咁啊，透過一啲咧人口販賣啊、買賣啊，即係無論你係買又好、拐又好，總唔知咧，就你買咗個靚妹翻嚟，大概幾歲大嘅靚妹啦，由細咧教到佢10幾歲。咁啊，教啲咩啊？琴棋書畫，因為畢竟咧，你要將個靚妹賣出去，你先可以賺翻個成本噶嘛。咁啊，賣咩人會最值錢咧？梗係賣俾啲士大夫階級有文化嘅人先最值錢噶嘛。咁喺古代，你有文化嘅，基本上有機會就係你一定係有家底，係咪先？啊，古代識字率咁低啦，即係唔同現代啊。依家現代社會個個都有邊個唔識字啊？但係古代我話俾你聽啦，嗰個數據係點啊？就係識字率只有5%嘅啫。嚇，全中國喎，唔係講笑喎。啊，你識得字嗰啲都係因為家底唔錯，可以細個供你讀書熟咁讀翻嚟嘅。因為細個冇嗰啲
公共學校啊嘛，係咪先啊？大部分都係童工嚟嘅啫嘛啊！你唔係出去做工，你就喺鄉下幫你老豆老母耕田啊！所以基本上咧，你喺古代咧，如果你能夠穿越成古代人啦，咁你識少少字咧，你已經係一個發光發亮嘅金子嚟㗎，唔係講笑。咁就因為啲士大夫啊，都需要一啲懂文化嘅女人啊喺身邊啦，即係提供一啲情趣嘅。有陣時師兄發作啊，想懟下師啊，隔離條女如果乜都唔識嘅，就大煞風景㗎嘛。我懟上院，麻煩你懟翻個下院。咁啊，如果佢真係 OK 嘅，文化都 OK， 對到下院嘅，咁啊即刻加分啦，立佢為妾啦。咁呢啲揚州瘦馬咧，由細咧訓練呢啲琴棋書畫才藝嘢咧，去到10幾歲咧，就俾嗰啲咧中介人阿婆啦，即係嗰啲所謂嘅老舉啦，就當係媒婆咁啊，拉佢去嗰啲大戶人家嗰度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將佢賣過去啲大戶人家。如果大戶人家老爺啊，或者嗰啲貴公子啊 OK， 咪將佢賣咯。咁啊，基本上咧，每一個呢咁嘅揚州瘦馬，由靚妹買翻嚟嘅成本咧，通常都係10幾貫嘅啫。賣到的話可賺1000多。比較貧困嘅家庭嗰度咧，就買翻嚟，又或者拐翻嚟啊。無論你用咩手段啦，總之都係類似嘅啦。咁啊，當中嘅表者啦，就係明末嘅秦淮河8大名妓之首柳如是。咁啊，呢一個係明末嘅大才女嚟嘅。咁啊，佢嘅過程啦，成長過程啦，就好似咧以前有一套美國戲，但係揾中國人拍嘅嗰個著名嘅演員啦，章子怡拍嘅一套戲，乜《藝妓回憶錄》。咁啊，有啲似嘅，即係類似都係咁啦。通常即係喺一個雞竇度發生嘅故事咧，都係類似嘅啦。就係講嗰個咩啊嘛，《藝妓回憶錄》就係講嗰個細個就進入咗嗰個雞竇度由打雜做起，最後成為咗一代花魁一個好勵志嘅一個名妓故事。咁啊，柳如是就類似係咁啦，但係當中佢都俾人轉賣過好幾次嘅。咁就因為佢本身係才學無雙啊嘛，咁啊訓練得就非常之好啊嘛，所以就最後嫁咗個真係好有名嘅官。咁啊，呢一官咧喺明末嚟講就官任禮部尚書，而呢一個人咧就係大名鼎鼎嘅水太良先生錢謙益。咁啊，呢個人嘅故事我都想講下嘅。咁啊，呢個錢謙益咧，某程度上嚟講咧係一個軟骨頭。咁啊，基本上咧佢最後咧就以正妻之禮啦，去立咗柳如是為妾。咁如果你用正妻之禮去立妾，咁使乜分妻同妾咧？係咪先？你個人都幾冇原則嘅喎。所以喺古代嚟講啦，就呢一種咁做法咧，就即刻俾人掟雞蛋掟石頭。咁啊，同埋真係好反映出咧，你連咁樣都做得出咧，證明你個人冇原則啊！有啲咩事咧，都係咧俾人左右。咁啊，事實證明又真係喎。佢娶咗呢個柳如是之後咧，冇幾耐啦，清軍就打到嚟南京嗰度啦。咁佢就駐守南京啊，佢禮部尚書嚟噶嘛。咁啊，見打都冇得打啦。咁啊，柳如是又同佢講獻城就可以，但係咧我哋應該要自殺殉國咁樣就約佢出嚟一齊咧去投湖跳水自盡，咁啊為國殉國啊。咁啊正常都應該係啊嘛。咁南京你守唔到啦，咁啊城破必衰啦，咁啊不如自殺殉國以保自己名節啦。但係呢條友咧口口聲聲答應啊，結果咧去到跳嗰一刻咧就話摸個湖面就話水太涼都係唔好跳啊。咁啊柳如是咧就反而有啲骨氣喎，就話你唔跳我跳，雞噗一聲就360度入水凌水花嗰隻啦。咁啊一個錢謙益咧就即刻揾人救咗佢，然之後咧佢就即刻咧向清軍獻城，打開南京城門投降。之後仲要剃髮易服做埋清朝嘅官。咁呢條友咧真係好冇原則啊！你取得隻雞仲要以正妻之禮嚟取咧，基本上都好踐踏一個男人嘅尊嚴。咁去到呢啲咁嘅國家大事嘅關鍵時刻啦，果然考驗到佢個人係真係咧太軟弱。遇事則避有啲咩事咧，
第一時間走先，就好似咧佢話跳水，佢唔肯跳水啊！咁呢啲男人咧，基本上都係冇用噶啦啊！希望呢個古仔咧，都令到人哋咧大家啦可以睇得到咧，你身邊啲人咧係咪真係好想同啲雞談戀愛啊？又或者係真係會連隻雞都娶到啊？如果你知道有啲咁嘅人咧，你要遠離佢，因為呢啲人咧係絕對冇用嘅，軟骨頭冇擔當啊！呢啲人，因為咧真係娶一個女人係大事嘅，亦都事關一個男人嘅尊嚴。我覺得咧，你呢啲雞，你可以當佢玩物咁樣玩下冇所謂，但係你話真係將佢置入自己嘅後宮之中咧，我覺得就真係必須思考下啦。當然個人情況唔同嘅，咁有啲人可能做咗收埋講啊，咁另作別論啦。但係講呢個故事就係話俾大家聽，都要有啲識人之明嘅，係咯。咁都係嗰句，邊度有錢咧就邊度有性需要，邊度有性需要咧就邊度有個性產業。咁無論揚州瘦馬又好東莞嘅姓都又好其實都係一樣道理嘅啫。咁就係咯，有錢無論你係正行又好，偏門又好，都會搶住做嘅。有陣時未必喺嗰度古代做鹽商，但係咧你睇準到鹽商賺到錢嘅，咁你咪配套一啲灰色產業俾佢享受咯，例如性產業。當然即係就好似以前個淘金故事咁咁啲人咧就知道美國嘅金山啦、舊金山啦、有金圖就冚唪唥都走晒去淘金啦。但係正所謂你去得多就僧多粥少啲金一定唔夠分㗎啦。咁聰明嘅人梗係見咁多人喺嗰度賣鋤頭啦，係咪先開餐廳啦，做啲配套嘢啦，配套業務啦，咁呢啲先係一定賺到錢。你圖唔圖老金，發唔發到達未知，但係如果你做配套行業就一定發到達。有陣時可以側擊嘅，咁呢一種係打另類思維嘅商業思維啦，幾得意。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好，咁希望一個故事對大家有睇法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